路加福音第22章，度假罪也叫做搬假罪，特别到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为惊民众，所以得找看有甚物法度通害死耶稣。撒旦入去迄个叫做以斯加略的犹大的心内，伊是12使徒的一个，伊去甲祭司长以及圣殿的守卫官参详，看要用甚物法度将耶稣出卖互因。因真欢喜，约要互伊钱。犹大同意，就一直得找机会，通伫群众无伫因中间的时出卖耶稣。度假罪就是钓太搬假罪的羊羔的日到啦。耶稣找彼得甲约翰，甲因讲：恁去准备搬假罪晚餐，咱通食。因甲伊问：你爱阮伫倒位准备？耶稣甲因讲：恁入去城内，会拄着一个人摕水盘，恁缀伊去伊要入去迄间厝，甲迄家的主人讲：老师在问，伊甲伊的门徒要食搬假罪晚餐的客厅伫倒位？迄个人会报恁看楼顶一间宽好势的大厅，恁就伫遐准备。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，因就伫遐准备搬假罪的晚餐。晚餐的时间到，耶稣就坐倒，使徒甲伊做伙坐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受难以前，真爱甲恁食即个搬假罪的晚餐。我甲恁讲，即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，我绝对袂阁食。耶稣将杯接过来，祝谢了后，讲：恁捧即个杯，分予大家啉。我甲恁讲，对现在起，直到上帝国来临，我绝对袂阁啉即个葡萄酒。然后耶稣摕饼，祝谢了后，掰开，摕予因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是为着恁来献的，恁着做即个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伊阁照安尼捧杯讲：即个杯是新的约，用我为着恁流出的血来设立的。恁看，出卖我迄个人，即阵甲我做伙伸手伫刀顶，因为人子会照上帝的决定来离开世间。毋过，出卖人子迄个人惨啊！因就问来问去，爱知因中间甚物人会做即个代志。门徒中间有去争论，看甚物人算上大。耶稣甲因讲：外邦人的君王做主管辖百姓，统治者互人称作君主。总是恁毋是安尼，恁中间上大的，颠倒着诚做上细的；做领袖的，着诚做服侍的。安尼，甚物人较大？是坐倒食饭，还是服侍的？兼毋是坐倒的？毋过，我伫恁中间是迄个服侍的。恁遮的人，伫我的试炼中一直甲我做伙。我的爸将王的权柄赐予我，我嘛安尼将王的权柄赐予恁，互恁通伫我的国度甲我坐倒、啉食，搁坐伫宝座审判以色列的12支族。耶稣阁讲：西门，西门，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，要亲像半麦仔安尼甲恁剥。不过，我有为着你祈祷，互你袂失去信心。你回头转来了后，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。彼得应伊讲：主啊，我已经准备便便，要甲你坐监，甲你做伙死。耶稣甲伊讲：彼得，我甲你讲，
今仔日过天以前，你为3摆毋认我。耶稣搁甲门徒讲：以前我找恁出去，叫恁钱地、女兄弟、甲话拢免带，恁敢有欠什么？因应讲：无，伊就甲因讲：毋过现在有钱地的就带咧，有女兄弟的嘛就带咧，无倒的就卖家己的外衫去买。因为我甲恁讲，圣经记载，伊互人算做不法的人，这句话一定就伫我的身上应验。圣经关系我所记载的代志，已经在应验啦。门徒讲：主啊，你看，只有2支刀。耶稣应讲：到家啦。耶稣出去，照常去橄榄山，门徒嘛缀伊去。到迄个所在，伊甲因讲：着祈祷，才袂陷落试探。然后伊离开因，到迄石头画到遐远的所在，跪落去祈祷，讲：爸啊，你若肯，求你将这个杯甲我摕开，总是毋免照我的意思，就照你的旨意实现。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，来赞伊的力。耶稣非常痛苦，如热切祈祷，伊的肝亲像大点火滴落地。祈祷煞，耶稣徛起来，倒去门徒遐，看到因因为忧伤煞困去，伊就甲因讲：恁是安怎在困？起来祈祷，才袂陷落试探。耶稣要得讲话时，忽然有一群人来，12使徒的一个，叫做犹大的，做前带路。伊行我耶稣，要甲伊针。耶稣甲伊讲：犹大，你用金喙来出卖人主哦！耶稣身边的门徒看到在发生的代志，就讲：主啊，我用刀甲因刣，好无？其中有一个甲大祭司的奴仆扑落去，甲伊正边的耳仔射起来。耶稣讲：毋通阁动手。耶稣帮迄个奴仆的耳仔，甲伊医好。耶稣甲遐个来要掠伊的祭司长、圣殿的敬畏长，甲长老讲：恁举刀举棍出来，是在掠强盗是无？我逐日甲恁伫圣殿，恁无下手甲我掠，这是恁的事。黑暗在掌权啦！因掠耶稣，伊入去大祭司的公馆，彼得离远远得缀耶稣。因伫埕的中起火，围伫火边，做火得坐。彼得嘛坐伫因中间。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火得坐，紧紧甲伊上讲：这个嘛是耶稣因迄阵的人。彼得毋认，讲：我毋捌伊。过无偌久，另外一个人看到伊，讲：你嘛是因迄阵的人。彼得讲：我毋是。差不多过1点钟，阁有一个人坚持讲：这个人确实嘛有得甲耶稣做伙，因为伊是加利利人。毋过彼得讲：毋是，我毋知你伫讲什么。伊要得讲的时，鸡随时啼。彼时主回头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伊所讲的话：今仔日过天以前，你为3摆毋认我。伊就出去外面，大声啼哭。遐个看守耶稣的人，甲伊欺人，搁甲伊拍，因伊的目睭，问伊讲：先知，你甲阮讲，啥人甲你拍？因搁讲真侪话，甲伊侮辱。天光，犹太人的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聚集，因甲耶稣押去因的议会，甲伊讲：你若是基督，
就甲阮讲。耶稣甲因讲：我若甲恁讲，恁嘛毋信；我若问恁，恁嘛毋应。对现在起，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。众人讲：安尼，你就是上帝的囝咯。耶稣应因讲：我是恁讲的。因就讲：咱也需要什么证据？咱已经有听到伊亲嘴讲啦。